call is now being recorded. OK， 那个就是比如说你们的句子说，那个比如说那个筷子是我用来吃饭的，假设这是一句嘛，那我会帮你们造成问句哈，什么是用来吃饭的哈？比如说乌曼古，萨格拉红伊素，这什么东西是用来吃中餐的？这样子会有一个乌马案这样子，应该是乌马安古萨嘎古马恩都萨格拉红伊素，对。对，那就是变成，就是说，我会把它变成问句，然后再把它变成否定句，哦，就是这刚刚第二个句子是问句，第三个是否定句，哦，那最后一个句子是疑问句，哦，那疑问句很简单啊，疑问句就是把它变成好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这个教材本身是希望那个阅读者可以很简单的用一种的句子去学会不同的句型，然后每一个句子本身都有教育性，还有语法性，还有文化性，大概是这样子。那第三件事就是说我们暑假的时候有几堂课会稍微进行那个休息我讲的课是指我们1到5的课大概陈金杰老师的翻译课会休息8周，然后那个陈金杰老师的课会休息8周，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课会作为那个实验性的最后一种类型的课程，就是所谓的课辅的课程，就是有英文、数学大概我们先以这2个作为课辅的课程那我们那个线上语言潮的课程就完全就是完整的我们当初的设计就是希望有原住民阿美族的知识体系。阿美族的语言教学，然后针对阿美族的那个下一代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国小、国中生甚至高中生的课后辅导课程，然后这个东西一旦我们最后一个阶段也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到时候会对外的进行所谓的正式宣告说阿美族线上学校要成立。然后我们的第1任校长就是吴连成老师，好，大概是这样。吴老师可以吗？我不是退休了吗？老师，那个没有要你做很多事啦，挂名啦。哦，好，可以吴老师，大概我把我们整个线上语言潮的进度大概这样说。吴老师，你要不要顺便讲一下，就是说之前那个媳妇他们邀请我们线上语言潮两位老师做那个分享，你稍微讲一下因为我怕那个阿力克跟那个高升龙老师不知道这一件事。好，等人头好，这一次我们台湾阿美族永续协会的8月2号、3号、4号是我们的会员大会。那么媳妇我们的理事长要求我们桃园已经在实施线上教学一段时间，他要我们分享，他说本来找3位，后来说不要那么多，我们找2位比较优秀的来分享，所以我们后来讨论跟凯明讨论，结果就那个高升龙老师跟阿力克老师去分享，在这个线上教学的那些经验分享，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会讨论，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教的内容呢，怎么样分享给他们，我们也会讨论一下要怎么样比较适合，所以你们2位也不要那么紧张你们都非常优秀，相信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但是我们还是事先稍微彩排一下因为我是引言人，所以我们要互相交换意见好，所以请2位都准备一下。好，谢谢吴老师。那个阿力克老师不好意思那个高升龙老师我已经之前有跟他讲过了，那大概就2位代表我们线上语言潮去那边做一个说明那个
阿丽克老师，你就针对你们那个礼拜五的开口说主语的进行的方式，跟你们内部师资自我培训的过程做一个分享。因为阿丽克老师他们礼拜五算一个团队他们那个团队真的很认真认真到要吵架了呢。阿丽克老师你好，对啊，真的很认真所以我们那个很感谢阿力克老师找那么好的团队帮我们支撑那个礼拜五的开口说主语开口说那个课程那我那个申龙哥这个部分也会针对他如何运用那个阿里样的节目进行主语线上的课程，还有就是礼拜四的课程大概是这样子。好了，吴老师，那到时候应该是8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宣布你是那个阿美族线上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了，大概时机差不多。发新闻了，好了，那老师，我们开始了啦那第一组是谁？第一组是那个水中采集啊，建筑。你都可以的，看谁要先第一组每一次都建筑组第一组，有没有人要第一组？我们建筑的先讲好了。好，我们现在想到哪里了？老师，你们就是第三个法洛，对。你没有句子已经用好的，可以直接传到讯息栏有吗？你的笔电可以传吗？不行的，我们没有笔电呢，我们的手机。没有关系，用念的也可以。用念的哈。如果有的话，用念的就好了。第一个是什么？米法卢蛋。米法卢蛋。第一个是米法卢蛋。法路蛋。他们现在两个词根都要造吗？一个是法路跟米法卢蛋，还是罗斯，还是一个就好？一个就好了，就是一个造一个。其实你们这个句子你们都造也可以啦。如果你没有全部造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写的米法卢蛋这个词根，米法卢蛋没有啊？所以说来的米法卢蛋，米法卢。你们这个是那个动作焦点就是前后要一致你们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句子一定要有一个字叫做那个比沙鲁玛，一定要有这个字比沙鲁玛。米法卢，米索奥，米法卢也可以嘛米索奥也可以嘛。可以，都可以。他说米法卢丹尼伊纳古拉卡瑞，或者是米法卢丹尼妈妈古拉卡瑞。老师这个没有那个呢，没有比萨鲁玛呢，要有比萨鲁玛比萨鲁玛要把萨鲁玛放进去是吗？要把比萨鲁玛放进去老师没有关系，我看你们可能还在想要不要我们先其他组的？我看有人有那个，你们等一下还有灵感吗？好，你也可以，你来呢。来，我们那个谁，一涵也先写好了，先写一写说，一涵有写。Balusan ni Faki Kula Kasui tu bisa rumah tu pakulungan。OK， 所以有吗有。巴鲁镇，你发记然后Kula 然后Kasui 加税好，然后tu
bisa rumah, tu 比萨鲁玛， pakulungan, 比萨鲁玛，然后呢，下一个比萨鲁玛， tu pakulungan, pakulungan, 巴古鲁曼哦。牛圈，哎，好，我们来看这一句哈，巴古鲁巴古鲁曼哈，法鲁恩哦，法鲁圣嘛，对不对？中文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法蒂将嘎碎就是捆绑起来制作那个牛圈，带牛圈，牛棚，牛棚。哦，好，那个嘎碎被法蒂捆绑，用来制作牛棚。嗯，嗯，那个哈，这一句话其他人有没有意见？可以一起改哈。我先看其他人有没有别的想法。这句话，在哪里？打好了吗？Awalnya nifaki pura kasoi itu bisa rumah kekulungan. 海米，那个比萨罗马应该不能讲萨罗马，应该是比巴迪任多巴古隆案。可是要我们一定要讲一遍。对啊，可是你有点谦虚，就要对不适合用在米萨罗马。对，是不是？我懂那个阿力克老师的意思。那个比萨鲁玛就是鲁曼嘛。对，你要做把古龙案，是把古隆案是把敌人，对，把古隆案换掉。我问题他们要把古隆案呢？没有，他们法鲁森哦，法鲁森是人住的，是不是就可以啊？只要是人住的，后面就是聚会所也可以吧？改成蛇费是不是就可以了？不是，通常法律后，通常法律是那个呢，通常是捆绑或者是链，或是链，用法律都是链。要改是不是？你法律kan你法律kura链都是比萨罗马都查罗案可以。哦，对。pakulungan你pakai kura都是比萨罗马都查罗案。改成打卢案哈。那个人住的地方。哎，吴老师，我跟你确认一下，刚刚还好，阿力克有问这个问题哦。所以我们一般如果说用米萨鲁玛这个字的话，那个东西都是人住的，对不对？对对啊。如果不是人住的话，你就要用米巴迭任，对不对？迭任，对，OK。打卢案。好，这个句子可以吗？ Kalau ni pakai kura都比萨罗马都查罗案。那个什么，那个茅草被法蒂用来捆绑盖打卢案，这样子翻译是不是？不是，法鲁登就是法蒂把那个茅草绑起来来盖打罗案。把那个就是把它绑起来的意思，对不对？对，他把那个茅草绑起来来盖打罗案。OK， 好，那后面因为用名词嘛，所以我懂这个意思。有没有人有别的对这个句子有意见的有吗？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意见都可以哈。好。sapi satala
比萨鲁玛，一定要比萨鲁玛，比萨鲁玛。吴老师还有问题吗？还是这样这个还有句子就别 OK 的了？等一下他们那边还有一些问题。这个茅草被法蒂那法洛是用什么来法洛的？他们在家呢，法洛真你发给多爱古拉，加那个用具了，把那个法洛真你发给多爱古拉而已。哦，都比萨鲁玛都达罗安，他把那个用什么来绑也顺便放进去了。国外哦，国外有没有喉塞音呢？哦，有我爱就是那个偶外就是疼嘛，对不对？画面不见了。好讲嘛。对啊，好，圣女法师说我爱，那就直接。老师，那就是圣女法鲁森尼师法蒂都我爱，布拉俄内都比萨鲁曼都达鲁安这样子哈。圣女法师法师的我爱，圣女法师说我爱如果用那个米法卢善呢？也可以啊。米法卢善，米法法鲁萨洛后面也哦，有，法洛也有，可是法洛丹，法洛丹，米法鲁萨中，看你们先把它加进去，看中文顺不顺。对呀、米法鲁萨米法蒂都偶外古拉俄内。后面又记不起来了呢。那个都比萨罗马都好多都了呢，好多都了呢，都是都了。法罗米法罗丹，米法罗登，米法给多歪，法罗登米法罗丹，法罗登米法罗丹，米法罗丹米妈妈咧。比萨罗马，因为好像有少一个沙才会顺的，对啊，少一个沙比萨罗马，讲到用具，哎，乌比不是乌比吧？乌米，那个老师你，我再改下面我这个我试着改一下那个两边都是动作了，这个罗比巴罗米卡，比巴比是歪，对吧？对吧？咧都比萨罗马，比萨罗马。还有，老师第一句你们现在还是有问题是不是？因为呢很多都呢，可能后面那个到那个比萨罗马那边就变成没有要加沙才会通。巴罗登你发给多外古拉咧，都比萨罗马都达罗安。Kalau pakai to owai pura le to pisaluma to taluan。法人们不是人住的，人住的才是
才会保罗巴斯比萨鲁玛。巴罗森尼法基阿米阿扎就是这样。巴罗森尼法基一样也是到后面比萨鲁玛那边的接不起来。巴罗森尼法基阿米阿多歪阿米阿扎布列比萨鲁玛。巴罗森尼法基多歪阿米阿扎布拉列。tu bisa rumah tu hari tu taloan tu 一样的，都是那个都通通都要的。好，念到好诶，我为了后面加的，说，kalau ni pasti tu wai mi atas pura ini tu bisa rumah tu 是通嘛，不是很多都而已。通通都是受得了。这样会不会太这个群众要放大？他把那个所有动作都把它表现出来。这句话如果不加那个 adapt 的话，也是通啊。kalau你把就是把那个链绑起来，那应该打开。Kalau dipakai tu awal tu bisa保罗什么进去这里？有答案的吗？保罗是小东西绑成一束一束叫保罗。而不是用保罗刀。这个叫做。好，我们这一句哈比较久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一组有没有定调那个答案，有没有最终的答案？还可以用来讲的那个如此绑起来的有安全。真的可以。就是这一场比外所以这个例子问题的这个练的话就用把握，然后的话就用我安排。大象小象，对。所以如果不是练的话，就是把握小东西分一绑一绑，它竹子绑起来的这个安排。好像两个竹子夹起来的，夹分出来练的。所以它很长，也是都有通，只是我们授课其他的做什么这样。哎，那这一句用那个法罗登跟俄利亚是通了。好，海明目前这个第一句是可以了。可以哈。OK。吴老师，你看我的第二句，你看看第二句这个有通吗？第二句。巴洛斯尼法就，我们。Upi palos ni pagi tu ele kena yopi saloma saloan。很难翻的这个。Upi palos ni pagi， 前面那个字可以放大吗？好。Upi palos ni pagi。太大会跳行这样子，我把这个你发给移到后面。你发给就是他绑合练的目的怎么样？比方说合练什么？
Kopi Palu Kuling Utama Mifaki 应该是把这个的工作是在绑那个的链，做什么？比方说链或什么路比萨路嘛，把这都打落来，那把这放前面。老师可以吗？这一句比方说的链或什么，你把这都比萨路嘛，打落来。不一样。他主要把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做这件事，可以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绑这个人？法纪大概在图案的事情是绑那个茅草。不比方列什么？把可bisa lupa dapat tersebut terlihat bisa lu terlihat dengan dibagi untuk bisa rumah terus tawakan 所以这个海绵这个把币放在那个那个后面，放在哪里？对，我比包terlihat我的那把币。把可以做这件事情，做什么？做这件事干嘛？都比沙鲁玛都打了，不然我们都比沙鲁玛。老师，我这样你是说把你法纪放在 the mark 的后面是不是？对，把 key 放在 the mark 的后面，那个 no 改为 do 哦，用 do 哦。都好，来。我比包了我这里我怎么把我比沙鲁玛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外放的，试试看，你有时候还会错误。我比方说，我的那里把比如比 no 就不行了 ，no 比讲的 ，no 比上班很高，是多的，还是多？对了，有些句子很多都，你们课本里面也很多都。好，第二句这样子，那抓到干么？来都。好。OK，你们的造句2，目前大家没有意见了。OK， 好，那我们往下哈。老师，你们有没有写那个？我看你们动作焦点有点卡，你们有没有写到工具焦点？工具焦点，比如说，还是你们都是写动作焦点？都是动作。好，那动作可以啊。那你们下一个继续有写的话，我们就继续哈。字跟那个责任那个责任，打到通讯。对，我有打在通讯栏里面。通讯栏里面。好，通讯栏第4个。好。Selenan lang lagu selata mga ay ko bisa luma tu adumanay finaulan。好，等我一下哈。好。第几个？第4个。几点几分？我的名字刮胡是应该在伊利的下面。哦，下。我看到了。好了。7点21是第4个。第4点，怎么样？我没有。7点20，这样就快哈，直接贴上。好。现在是不是少了一个 en？ Selenan，我是不是有些打错？少一个 n。
肉饼，有那个画的莲花的了，变得阿姨很茉莉花，茉莉花的。我觉得我这个放大后它会跳行，我还是变它整行可以同时呈现比较好。等我一下啊，我们现在是在动作嘛，好，看得到吗？好，就这样。妈哎啊，虎皮有没有这个中文要不要翻译一下？什么作弊？ Kopi Saloma tuh. Saloma no alumanai. No alumanai Binolan 嘛， ano no alumanai pinaulan. Pulau 的人才比较好盖房子。你说老师你用 nu 哦， No tu alumanai no alumanai no alumanai no部落的人才比较好盖房子。serak selenen nangrat tu serak 用泥土来填 selenen nangrat tu serak 都才可以打满爱才可以盖房子部落的人。Selenen nang ratu serat ta mga ay kopi saloma no alumanay finaulan. OK， 比saloma no finaulan 也可以。alumanay 也可以省 alumanay 直接阿鲁曼应该可以去掉。可以 alumanay 可以省略啊。kopi saloma no finaulan。aluman 可以省略。alumanay 也不要了。ta mga ay kopi saloma no pinaulan 这样。pinaulan alumanay 可以省略。OK， 老师你看一下这个中文你会怎么翻译？他们用土掩埋，部落的人才可以盖房子。哦，他们分两句呢，先填平，他们把用泥土来填平，他们用泥土来填平，部落的人才可以盖房子。好，其他的有没有看法？要修正这一句的有没有？还有kuna mo naratengan hao， 因为这边阿瓦古拉尼亚热人还好，平奥兰就族人就好。Pinaulan是部落的人。对，族人。No niaro， 等一下哈，刚刚有那个说我们的耆老有话说，你再讲一遍啊？嘞，也叫niaro吗？Selenen nang ratu serak ta mga ay kopi saloma no niaro 是吗？他讲说南拉是谁？南拉。哦，有。你桥让放在前面，所以有对，比脑烂放前面，囊大放后面比较好嘛。放在后面。Selenen no finaulan to serak ta mga ay ko niaro ta mga ay ko pisaloma nang ra， nang ra 跟那个finaulan换位置，
好，好，来。Serenno pinaulan tosera da mga ay kopi saloma ng ra。这样可以吗？对呀、谢谢米粒。啊 ，Finola 拿到前面是 Finola 把那个地把它填平，然后他们就很方便盖房子。哦，好，不管越改越顺。可以哈，好，我都好。那没有问题。那个masuk kumisu， 我的麦豆，哎，你要负责哦。好，这个第4题 OK 哈，这一句可以。好，那下一个了，第5句哈，好，来看一下第5句。哎，右航有第5句吗？啊，有看到了，都有对，7点21分。第5句是什么？好，第5句看一下，有2个，有两个造句。啊，有2个哈，好。第一个是这个嘛，这爱嘎嘛，对不对？好，第二个，它的上面。哦，这边了，好，看到了。有2个21。好，吴老师，你看一下这2句有没有？来，你念看这2句。来造句2号首先那个要等于人号。这个有2个战胜一。先造句1。Sa ka misa capeng ku bisa luma nu itia ai ho aluma。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啊？你看，没有做隔间，没有隔间呢。啊。这爱嘎米沙扎缝是什么意思？在爱隔间呢？在爱个米沙扎缝。Sa ay ka misa capeng ko bisa loma nu itia ai ho a luma。以前的房子是不是？以前的房子没有隔间，没有隔间嘛，对不对？好，大概是这个意思。有没有什么地方要修正的？对，我们在讨论中。好。Sa ay ka misa capeng ko bisa loma nu itia ai ho a。这个嘎放在这里连起来，嘎在爱嘎要连起来还分开。对啊，口语化。对啊，要么哦，那个造句1的在爱嘎那个嘎跟在爱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啊？好像不像的吼。应该不能连在一起哦。因为我们课本里面有在爱嘎什么什么分开哦。那个认真那个。他这个。因为这是咪在爱比萨在什么？没有别。比台湾的咖啡。因为我们这边是咪的话，米沙扎崩，米沙扎崩。以前因为你否定在这里，所以这个用 B。对，它小写。所以这边就用 B 呀。在咖比沙扎崩。应该没有。在比沙扎崩。爱比就好了。在比沙扎崩。
古比萨鲁玛诺伊迪亚爱后阿鲁玛。什么中文怎么办？房子中，比很久以前的房子没有做隔间，大通铺。很久以前盖房子，没有隔设隔间，对，这样子哈，对不对？对，大通铺了。对，你要做事在文章里面。好。在比扎扎分古比萨罗马诺伊迪亚爱后阿罗马，我们要加延长音吗？伊迪亚爱，伊迪亚爱。加延长音的话，就伊迪亚爱后阿罗马。所以我们的后面的伊迪亚加延长音。哎，就以前的房子。伊迪亚，老师你在哪里加延长音？呀的后面那个啊的后面加2点，不是他的那个冒号延长音，很久以前这样，那个杠不要啦，好，会怪怪，那个杠不要，对，好，那个一也是伊迪亚爱是一整句，不要加杠会比较好。好，伊迪亚爱后阿鲁玛，好，这样可以哈。谢谢以涵哈。好，造句1，我再念一遍，大家听一下哈。眼睛闭起来就知道了，对不对？你就知道，很好。在比萨扎芬过比萨罗马诺伊迪亚爱后阿鲁玛，你们耳朵觉得很顺吗？还顺，过关，过关。好，下一句。马达马，马达马都好，你看呢。马达马都。好，第2句我念一遍哈，耳朵听好哦。Adiper hani mama kopi saloma tu sadatengan菜园哈，菜园。比萨鲁玛，可是sadatengan用比萨鲁玛吗？还是怪怪的哈。不能，sadatengan不能用比萨鲁玛呢。比萨鲁玛应该是建筑物哈，我们这边比萨达等下不是，我们说是阿迪本是捆绑哈，是做围篱，那就是那个房子的围篱咯。哦，阿迪本喊你妈妈过比萨罗马都，我作为那个叫什么？打风吗？打流。达里奥开始，达里奥诺罗马，阿迪本汉尼妈妈古比萨鲁马都达里奥诺罗马，阿迪本是做围篱，达里奥克 K 吗？达里奥，对，达里奥，马多，你的数学能力。你的数学能力很强哦。但达里奥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周围。哦，周围 ，OK。周围。好。房子的周围，那个老爸用围篱围起来。这个句子可以吗？好像用什么围篱？要不要加东西哈？要不要加阿迪本汉尼妈妈都？波罗过比萨罗马都达里奥诺鲁马，要用什么阿迪本呢？用竹子吗？阿沃了，阿沃呢？就阿沃或是佛罗都可以哈。用佛罗那个建筑。阿沃还是阿沃，或者是不是，那是那个建筑啊，佛罗。3分号用佛罗建筑哈。好嘞，凯明我们要加那个阿迪本是用什么阿迪本呢？阿迪本汉尼妈妈都佛罗都比萨罗马都达里奥诺鲁马，用佛罗用建筑。佛罗那个 L 改点。我们大家去说，这是佛罗。
五大 C， 那五大 C， 哪个改给弗洛？弗洛加点这声音那个 L 改为点。哦，不是咽喉音啊，咽喉音对，弗洛对。Adipurhani mama tu Pulau Kopi Saluma tu Taliok no Luma。可以哈。爸爸用那个建筑来当房子的围篱，这个杂风围墙，墙壁的。所以呢，从这边可以看到那边。然后推来夏天是凉快。爸爸把那个建筑房子是做成围篱，都做成房子的围篱，就是那个大风就围墙壁，墙壁了。爸爸用建筑编成房子的墙壁，是都中文怎么翻呢？我也越来越差了呢。围墙啊，围墙，围墙，那是建筑。围篱吧。或者地方房子的杂风，对，墙壁了，所以从这边可以看透到那边这样，跟空气。好，我在那一边哈。好。来，耳朵听起来，眼睛可以闭着哦。好，听好，耳朵很顺就通了。Adipurhani mama tu Pulau Kopi Saluma tu Taliok no Luma。有听懂吗？对。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凯明，你翻成中文。你的中文比较好。我翻了，我们盖那个房子的周围，然后我不对，爸爸用那个爸爸，不对，我再一次哈，那个福禄是爸爸被爸爸用来盖那个房子周围，是这样。爸爸用建筑编整房子的墙壁，是周围的墙壁。爸爸编建筑成房子周围墙壁，是周围的墙壁。用腐乱。房子的围篱，房子的围篱。对吗？耳朵顺了吗？可以了哈。房子的围篱。中文比较难翻的哦。房子的围篱是爸爸用建筑围起来的。对，爸爸用建筑当围墙。爸爸用建筑怎么？爸爸用建筑当围墙。爸爸用建筑当围墙。对，应该是那个了，大概是那个意思了。爸爸用建筑当围墙，这样就好。这个把它当哦。爸爸啊，要不要？要直接鲁马就好了。去萨罗马都达里奥。好。来。
你们教他。还有要改吗？吴老师？等一下，好，再说一遍。爸爸用建筑在房子四周制作围墙。这是中文翻译，制作围墙。No。对啊，这个句子本身蛮难翻的。好，那个凯明，我们那个后面那个罗马那个删掉试试看。好，因为比萨罗曼已经在盖房子了。对。Ada perhani mama tu polo kopi saloma tu tariok. Ada perhani mama tu polo。吴老师，我把它改成这样，你们先看哦，因为我自己都感觉翻不过来。如果是这样子呢，你们先看哦，我把它改换一下位置。这个中文我超过的时间还有，才加了几句而已。这个就最后一句哈。等一下我们休息后直接来下一组。Ada perhani mama tu。等一下，我还没用。Ada perhani mama kopi saloma tu tariok。佛洛，主角变成佛洛。Ada perhani mama kopi。Ada perhani mama。比上岸呢？可是不能啊，我们一定要用比萨罗马。Ada perhani mama。Ada perhani mama tu。Sapi ada perhani mama tu saloma。tariok noloma。吴老师，我如果把它放中间，会不会比较顺？你看好 ，Ada perhani mama kufolo tu pisanga tu tariok。这样蛮可以哦。再听一遍呢，凯明现在弄第二个造句哦。Ada perhani mama kufolo 这是一句嘛。做什么用？tu pisanga tu tariok。pisanga 不是比萨鲁嘛？Pisaloma tu tariok。这会不会比较顺 ？Ada mama kufolo tu pisaloma tu tariok 也可以啊。他的意思是说，爸爸边四周围用建筑，对，四周围用建筑来。不对啊，比萨罗马。Ada perhani mama kufolo tu pisaloma tu。Ada perhani mama Ada perhani mama kufolo tu pisaloma 这边哪里？加一个乌在哪里？Sapi ada mama tu pisaloma。pisaloma 要用kufolo。Ufulu kopi saloma ni mama tu artikel。把福禄把它放最前面呢。
五福勒五五比萨鲁玛五福罗五比萨鲁玛五福罗五阿吉五福罗，然后呢？五福罗古萨比阿迪古，要加萨比咯。对啊，会变傻逼哦，这边会变傻逼五福罗古，这边不能用五福洛开头，会变傻逼哦。变傻逼阿迪不咯，那就不能加傻逼了。好，没关系，我们先这样子哈。你们这3句哈，你们到时候看看哪一句比较顺哦，再把它挑一下。好了，我们还是休息2分钟到8点整哦。我把那个用完的再把它贴过来。换装。对。我加一个外包的。还有这些蛮多的。我先把它贴过来，你们先休息哦。我先把它贴右盘，已经写了。下次就可以直接用这些句子。好，先存档。好，我们很快哦，1分钟后我们就直接轮到那个下一组了。下一组是谁？看一下。
如果你们拍好照，就可以开始了哈。海明一提拉一信息了，你一样努力。已经帮我们贴好了。嗯，有了，我在贴了。哦，好的，打扰到。嗯。对，如果你们照相照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哈。还没有，还在照相。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好。哎呦，你没有跟踪啊？好了，都说好了，要换衣服吗？有换吗？有啊，我看格子装哎。Ay, malang to kita ni sa tapang. 可以了哈。Ay. 好，我再贴最后一个就可以了哈。好。好，第八。好，我们就从第8个开始。哎。好，这边哦，句子1。好，美丽老师，你要不要来念，然后把它翻成中文，我们来看看。好。Pipali suso in fatai. Go fatai. Go no. Biste to ramai. 当采集完那个叫什么菜？采菜的时候，我们要用米筛吗？那个叫筛子来沥水。采集海菜后，使用米筛来沥水。哦，不用米筛的。我们讲不筛子，对不起，我讲错，筛子来沥水。筛完的话，用米筛来过滤水。过滤，沥水，沥干了，沥干，对，好，把它都。好，其他有没有针对这个有没有别的看法跟意見的？笔袋是那个筛子，哎，哦，Starbucks Hangul yang Starbucks，还没有我们那个笔袋后面斜线 Starbucks。好，可以。哎。Starbucks，啊，这股有劲，有劲，对啊。他动没有，他都怎么那么闲？参加一些那个课程。Pipali susu in fatai. Starbucks。海菜。有没有问题？在海菜后。米莉老师，你再整句念一遍，让大家耳朵听看看顺不顺？好。Parang to kiso atsalo kako ni nai. Obi pali soso I fitai hatapes ko harag no fiste to samai. 采集海菜之后，用筛子来沥水。有没有问题？其他组的有没有问题？马上kamu salah。啊，马上就说后面你个哎爱多山。好，那我们下一句哈，不错。来，第九，对，嗨，我哎，老高姑爹，你回来，喂，马老公，哎，你那个麦克风要带着，要帮你带着啊，带着，要带着名牌。Opistik Taira kita I alo pipa rakas to footing。好，老师翻成中文。我们去河边采集放鱼前抓鱼。
好，有没有人有中文怎么翻？哦，你翻了，对不起。有没有人对这个句子有那个不同的看法？哪里怪怪的？我们在河边采那个放鱼泉来采那个抓鱼，大声一点。我们在河边，然后用鱼泉来抓鱼。嗯，用鱼钳来抓鱼。大家看一看有没有哪边要微调，还是有没有什么问题？不微调的，对了。打扮你对你还是没命啊你了。Dito. Masinora ka to. Okay. 他这个句子看起来有一些有点怪怪哈。对，对，我也觉得。Taira kita ialo. Taira kita ialo. Parakat. Stick to footing. 应该用巴拉嘎。B 不用哦。B 不要，我觉得。巴拉嘎。Taira kita ialo parakat. Stick to footing. 妈的，我自己老师哎。哦 ，bravo。这句话如果把那个五笔 stick 拿掉哦，那就很像就顺了。那个五笔 stick 在前面好怪哦，你们要不要看怎么修正？五笔巴拉嘎。我也有疑问呢，为什么是用吉他不是用嘎密？啊你一大就全部啊。对啊，就是说全部的阿美族都是用鱼钳抓的意思吗？还是说今天这个我们而已？看我们的信息栏，8:09分，我们这一步要修正。好，我看一下哈，8:09分，最新的吗？我看。对对对。好，我把它贴上去哈。好的。对啊，这个刚刚那个有人讲那个，为什么不用嘎密用吉他哈？好。对，我们已经改词了。好。我们连嘎密都不用了。嘎密都不用了。好，中文翻一下，这个中文怎么翻？啊，中文啊，这个。哎，那个米莉老师，你先念阿美语，顺便讲中文。好，这边有原作。哦，我们有人翻译哦。Upi pa rakaku bistik to footing i alu。中文是那个捕捞鱼，在河边捕捞鱼的动作是放鱼钳。好，可以吗？这样子。它这个句子就对称的，就应该比较没有问题了。不过这样子讲法会不会语义上有没有也 OK？ 你们有没有意见？很好，是用鱼钳在河边捕鱼。对。Upi parakat upi stick to footing i alu， 就是它前后有对称啊，就是后面是动作，前面也是动作，这个就是那个动作焦点的概念啊。你前面要是动作，后面也要动作，要一致这样。对 ，B 又加 B。有问题吗？米莉老师？古 B， 哎，没有问题，100分。没有哈。
其他组有没有觉得这个句子念起来怪怪的？哎，吴老师总结。因为两个 B 是吗？是会去快活。Barakat kopi steak steak ya lo. Barakat kopi steak ya lo. Barakat kopi steak ya lo. 这边。不要前面那个，前面可以不要 B 嘛。Barakat kopi steak 因为那个 B 常常会口语会省掉。哦，文字上还是有。他那个其实那个八后其实通常是咪八了，咪八巴拉干，那个咪被省略，所以那个 B 也顺便被省略。对。对。书写的时候要 B 巴拉干，可是我们在说的时候常常 B 就会拿掉。那个 R 改成 R。那个巴拉嘎最后面那个 T 改为 R。哦 ，OK， 好，变成走路了。Barakat kufutin。Barakat， 还有什么都可以哈，好，好，那就第10句哈。来，第10句。Masuk di Sumiko。都要有人来。好，第10题。Pitafar tu alo bistik tu galang。别瞪啊！你在念哪里？哎，第10，你念到11了啦。哦，好。Mahangkuvan salamata. Umi pakteng kita tu alo ku bistik tu fuding。耶，它那里面控制不是这里控。你把凳。凳有喉舌音哦。凳。凳。有没有要改这一句？你们还是要掌握一个逻辑哦。前面是动作，后面也是动作哦。乌动作，乌动作。我用 B 好吧。我 B 加，我这边。那个米八跟用 B8。可以哦 ，B8， 然后呢？后面一样。Kita 要不要改成努米大？哦，可以哦。好，努米大对，要属于。为什么叫B8？用吧。哦，我别等努米大到阿罗过比 steak 到附近。努米大。我们。这样比较有没有比较顺？应该不用发，要发吗？不用发。对啊，发不用。不用发，我们只要工作就是把水堵起来。对。来捕抓。我们把那河边堵住。这一招这种方法来。中文。中文是。金川。努米大可以移到后面吗？可以。我别等到阿罗。努米大要移到后面哦，好。我别等到阿罗，我不是这个都。对，这样翻中文的是最恰当的。努米大，我们用。捕捞鱼的动作是用，这是捕。放。对，那个米大在这里的位置不对。这样子我们用。我们抓鱼是用。我们捕捞鱼的动作是堵住那个河道，这样。
我还多找了。可以哈。Masa kita cuba, banyak. 还爱多山。好，很好，可以哈。好，第11。好，第11个。我找多少？Ubi dapat tu alobi stick tu galang。你看你这个，老师你们加个菇啦，菇不见了啦。哦，好，菇 beef stick， 菇beef stick 的前面加一个菇，哎，好，中文怎么翻？中文嘞？我们用石头那个切捕捞螃蟹的动作是用动作用毒组合。对。合理吗？对吗？跟上一句其实很像哦，你们这个对，有点像，只是动跟比打法不一样而已。所以剧情应该没有错了。那我有一个问题哦，你那个为了抓一只螃蟹哦，把一个河道堵住，会不会大费周章啊？哦，打法。可以改成阿拉。阿拉是什么？石球啊。哦，好。螃蟹需要那么大费周章？他说已经改为阿拉了，不用阿拉。那个聪明大哥怎么拼？不一定是螃蟹类。他说用阿拉。我用阿拉。阿拉。有声音了。阿拉是什么意思？石球。哦，石头。阿拉，是辣吧？阿拉还是阿拉？阿拉。阿拉。石丘，不必打发，不必打发，都好了。它是石丘跟泥鳅不一样哎，石头的丘。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不介绍过。这是粘石头那个，对不对？对啦。对了，有吸盘那个啦，哈拉。对啦 HARA。哦，哈拉。它粘。有没有红色音？没有。哦，哈拉。尖舌音。石球。在后面加，我们马修过来叫做比例。哦，有。对，斜线比例。我们有。这个抓起来用炸的多好吃。比例。那个时候。L 不是一粒。哦。不是 LI 一粒。比例哈。对。前面给你加比例。比例上面加一个加冬奥。在哪里？前面还后面？对。不是那个眉毛哦，是那个冬奥了。哦。是啊。2点，对。比例。它在前面还是后面？前面哦。前面对。在石头上的鱼。好，那个米莉老师，你再念一句，然后翻成中文看看顺不顺。Ubi dapat tu alobi stick tu ala ili。采集石丘。采集石丘。
的动作，对的动作，应该说在河里采集。堆叠石头。哦，哎，所以后面要加个雅路吗？你说要加一个在河里吗？已经前面有阿路了。哦，那不用啊。好，老师，你整句再翻成中文看看。好，我们去采集石丘。老师怎么多了个我们？没有我们啊。哦，你要加努米大。哦，哇，对对，我们没有更正。采集石丘是在河里来堆叠石头。老师，你加个动作看看。动作？什么动作？采集石丘的动作。在河里堆叠石头。老师，你这个哈，因为在河里就不要用采集，你用捕捞这样子。哦，捕捞啊，对，哦，捕捞海动海。好，更正。在河里采集啊，不在河里捕捞石丘的动作是打法，是用石头来堆叠石头，堆叠石头的多着。用石头围堵。对，用石头围堵河流，对不对？对对。好了，那应该那个米粒老师，你那个菇后面先翻再翻乌啦，这样子会比较顺。对啊。啊，我比可以吗？可以啊。OK， 好了，那应该我帮你翻的，应该是说捕捞石丘的动作是围堵河流这样子。对，对对 ，100分。好，我们往下一个第12题，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对对对。好，好，第12题。诶，有，好。Upakala kopi atau no mama to be stay to footing in sawat。好，中文。爸爸在溪边捕捞鱼，是用石头来堆叠。是用石头，对的。嘛，到我几书写哪一个？第12题，第12题。够，石头堆叠。够。甘肃啊，妈妈啊，那个爸爸改为多数，那妈妈，那哦，好，哎妈，对，一个人为补包，搞不好太多了。爸爸们，谢谢的回家。你们这个句子哦，也是有点怪怪，你们想一下。怪怪的。大家一起想哦。那个米粒老师，你要抓到一个原则哦，前面是动作，后面也要是动作。你前面是法格洛，它变成石头了，它后面要变成傻逼才会顺的。哎，你是动这个哦，对哦，对。你这一题啊，错了，哎呀呀，好了，11跟我落到上面去了，一样的。是好了，我在哪一个？第二段，我发过了，我第二段。12题是不了，对，啊，弄错。哎，所以12题没有不对哈。好，那我们第12题先不要了，好不好？好，谢谢。OK， 好，没有，我们有写哦。我写的这个，我写的没有写到尾。那第12题不对啊。对。应该是的份儿就好了。啊，他们的那个是了份儿，不是了份儿，不是。
现在是休息吗？对，休息2分钟就好。你们要不要照相？要。好，你照完再跟我讲哈。好。好。可以了。OK，那我们就回到我们那个哈。好，那个美惠老师，你们这边要从哪里开始？从那个我们传上去的啊。你说工具焦点吗？对，我们从这边开始。好。
那我就直接把你们的贴上去哈，从工具焦点这边开始哈。好，没关系，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哈。工具焦点，好，老师你念一下你这个句子。李慧老师，有听到吗？苏贤，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喂？好，我有听到。好，有了吗？好，美慧老师开始。有了。Urarar ku sapi tateng ni ina tukunga。好，老师你翻成中文。妈妈用小锄头挖地瓜。妈妈挖地瓜的工具是小锄头。可以哦。妈妈用来挖地瓜的工具是小锄头。对，工具焦点。对，这个你们进入到比较简单，那个最难的是动作焦点，动作焦点最难。好，第二句。有，我们有上面你看，一句很多的。对吗？对岸的。你们另外小姐，完蛋了，有没有意见？比利有没有意见？有意见你自己讲一句哦。你们的信息有没有要加的？怎么这样？信息你们这一组。我的感觉是比达登。我的是比达登不是挖呢。工啊，我就是挖地瓜，挖地瓜啊，工具啊，多工啊，对啊。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词汇呀。萨比达登你赢了。请说。萨比高高读你那读那。那个吴老师，你把你的问题，你把它点出来，感觉是问题是用那个来挖。我们萨比达登都是叶子。最后萨比果果可以吗？不行哦，这边只能萨比达登哦。狗狗，那我们把那个拉拉改成那个博尔可以吗？博尔不比萨比达登你赢了，杜拉布。要改成什么？对，不是古纳改成拉布可以哈。可是那个拉拉要改成博尔。那个米粒可以吗？米粒用那个啦，用博尔可以吗？博尔就好了嘛。比较简单，狗狗好的，我可以啦，狗狗太大了，狗狗是砍那个，才刚过来用刚正的好了啦。可以吗？老师，你们的拉布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你们的拉布是什么？古辫，斜线古辫。地瓜叶叫古辫，我们的是拉布，猪吃的是拉布，人吃的是古辫。叫两个可以哈？不是西辫。比利老师可以吗？咱们古辫那一次，可以哈？美慧老师，你再念一次阿美语跟中文这样看是不是？Boot ku sapi datang ni ina tu laput 斜线古辫，可以吗？其他老师啊？他叫谁？你的问题我们其他有没有问题？没有哈。嗯，好，第二句。造句2。
Usapilateng nona kaing kinian falulu。中文工具小姐，这个杯了，这个法鲁路是小姐，杯了，傻逼卡凳的，你大声一点。这个杯楼是中文，这个杯楼是这位小姐采菜用的工具。哦，对对对，好。哎，我们的 L 是是哦，在斜线对吗？R 吗？法鲁路，他说斜线法鲁路地方语言。哦，好。看里面的数字。你们还懒惰捡蛇有，我们还按的更会热。法鲁路。你们法鲁路。有没有问题？没有了。对岸的。对岸。可以哦。西边的。东边的。这个标。韩国也是个标。什么的讲好了。东边的。什么都好。是阿里很厉害，我看还有呢。那不是放了。好，我们那个改成时间哦。好，时间。比达登岸。比达登岸。你们连中文都翻出来了呢。不知道有没有对以后。布达哈格勒曼，比拉登，看里马莫杜鲁米阿米啊。怎么会？麻木每天采菜的时间是傍晚。对，中午也可以了。可以哈。好像是午后呢。对。中文有没有问题？请帮我看。快要黑黑的时候。真的吗？对，我们打这个嘛是天黑。好。对。那不是傍晚吗？傍晚bisa kalafian。哦。我们格勒曼是傍晚。格勒曼。真的吗？我们这个格勒曼是傍晚的。傍晚的格勒曼。那接近吗？这样。真的吗？那用什么呢？中文对吗？我是离大发也很好，没有太阳的时候。早晨，8针，早晨了，大早。那就8针嘛。要改吗？直接要改哦。麻木没事做就早晨8针。我们要改哪里？请说。那个傍晚改成离大发。哦，好。美丽老师有提供意见。美丽老师你就讲一下。妈妈。妈妈是奶奶阿妈。奶奶。我爸爸针。Kita dengan Nina tu Miami啊，对，那个Miami不是哩啦发哩哩哈，哩啦发，kita dengan Lima mo tu Miami。对啊，每天他利用Miami。那个傍晚改清晨。这样子，每天采菜的，对哦，是清晨，也清晨，那个是新鲜的。还是用理发，每天早上。理发也是每天的炊事。我爸爸这么是很好啊。利用早上，理发，对，就是好像。利用早上很早，可以吗？大早上对，也对了，清晨4、5点的时候，趁阿妈这个是拿来做运动吧？对，他们都是按时间不多，4点5点就起来了，就是白天工作，所以我没有问题。这一句有那个。美惠老师，你再念一遍，可以的，都可以的。嗨，爸爸正或里他发古比拉登
Bila dengan你麻木度中文是说麻木每天采菜的时间是清晨。好，大早。没有问题哈。赞哎，写得很好。奶奶，水沟女生。造句2了吗？哎，有没有意见？有更好的吗？因为祖母，你的麻木是小姐，在这边用大，所以干脆。因为他在自首，都是中文呢。中文他在自首啊。阿嬷，阿嬷，麻木都可以啊。还是奶奶？奶奶好了。不是。啊，最后一个祖母哈，好。好啦，奶奶很奇怪，祖母。好，祖母。祖母每天采菜的时间是清晨。OK， 好。好，谢谢。造句2。祖母每天煮牡蛎的时间。Bukaji harangan ku binatangan ku baji kul。采面包裹的时间或季节是夏天。哦 ，OK。有没有问题？夏天有没有别种讲法？Gaji harangan。地方叫做阿巴路。没关系啊，给他加斜线。阿巴路哦。阿巴路哈。男士，我们都给他加阿巴路。Gaji harangan还有说法吗？老师？夏天。我们另外这个拉鲁布。对，有的修复软安美是拉鲁乌汉，斜线，拉鲁欧汉拉鲁欧汉有任何夏天那个打战的季节，拉鲁有战争哦，真的哦。你要跟谁打仗？kalau pawan，马泰安跟拉鲁欧汉打仗了。有咽喉音吗？拉鲁欧汉还是拉鲁乌汉？拉鲁，阿歪古都啊，没有啊。阿歪，去掉嘎拉鲁乌汉。好，美惠老师，你再念一遍看看。还有一种是harangan。哦，他们叫 pelang 啊。对啊。gaji perangan 是夏天。当然，我们叫。那个改为那罗不要，改为 gaji perangan。哎不，不能是gaji perangan lalu 改为 gaji perangan。我是哈，好。gaji perangan。对。好。F。流汗的时间很长，对，夏天。夏天。是不是这样？gaji perangan。gaji perangan。好了哈，可以了吗？好，老师你念看看哦，好。gaji harangan。gaji perangan ku bila dengan tuh gaji tur。斜线阿巴路，采面包裹的时间是夏天啊，季节改季节吗？对，中文是改丁老师说改季节，好，好，所以漂亮哦，中文有逻辑，好，可以了。采面包裹的季节是夏天，好 ，OK， 地点，地点哦，还有吗？不大有了地点。哦，那个有2个，只是有2句。可以了哈，我上去一点。巴拉岸应该要逗比，巴拉岸，海谷比它dengan sama。巴拉没有，巴拉岸对呀。ada aku bisa dengan tuh sama， 采集sama的苋菜，草采原，集野生的苋菜，地点在田野。档案卢老师，旷野在田野，在野地可以吗？在野对，都是野。那个阿皮亥会不会放的位置怪怪的？
哦，再晒一下。巴拉巴拉安，巴拉巴拉安，阿里嗨是对呀。对哈。对，阿里嗨一大片哦。对呀，巴拉巴拉安，阿里嗨古比拉登安杜萨玛，对，马达麦。原来有很多地方可以采集萨玛。田野有很多。Abi hai di pala-palaan kita dengan tu sama. 哦，原来三位老师必须对吗？比他dengan tu sama。哦，阿迪嗨在前面。把阿迪嗨放到排头。好。巴拉巴拉岸那边很多萨玛，可以采。可以买，可以采集，那变成说，后面阿迪嗨一吧，那个阿迪嗨点在哪？阿迪嗨巴拉巴拉安古比他登安杜萨玛，采集萨玛的地点在巴拉巴拉安，不对。在野地里在野地里很多那个苋菜，采集野地在。怎么分中文？采苋菜的地方，对，在野地里有很多地方采集。这样子中文好像不好翻哦。对呀，还是刚刚的采集野菜的地方，在野地里，在野地里有很多地方采集野菜，这样对吗？很多地方采集野菜，对吗？对吗？不对哦，想一下，这怎么翻呢？虎在后面翻呢？在野外有中文主语很顺啊，但是在野外有很多采集野在菜。野外有很多那个一要不要改成别的，会不会比较顺呢？那个不要用一啊。阿里嗨古，阿迪嗨巴拉巴拉安古，中文呢就很奇怪，我们主语就很顺后，但是。采集野菜的地方很多，对吗？在你们中文阿迪嗨萨玛，阿迪嗨古萨玛，阿迪嗨古萨玛。要不要把那个以巴拉巴拉改到最后面了？对呀，在阿迪嗨古萨玛古比达登安巴拉巴拉安，对啊，要改到最后面比较顺。好吧，请翻成中文看。没有动词对。阿迪嗨古比达登安杜萨玛伊巴拉巴拉安。那变巴拉巴拉安，在野巴拉巴拉安多采集什么莴苣的地方吗？古比达登岸，对，可以啊。杜萨玛伊巴拉巴拉岸。阿迪嗨古比达登安杜萨玛伊巴拉巴拉岸，多念几次就很顺了。野地有很多可以采集萨玛的地方，采集莴苣的地方。野地有很多采集萨玛的地方。萨玛改成中文呢？野县的地方。莴苣啦。我再讲一次来。在野地有很多采集莴苣的地方，在野地里，可以吗？在野地里，在野地嘛，我们用野地嘛，哈。巴拉巴拉，对，在野地。他这个翻译哦，你们把那个菇后面的先翻完，再翻阿迪嗨，就会这样子哦。在野地采集萨玛的地方有很多，这样有很多萨玛。不是，他那个阿迪亥就是指那个野地啦，就是说可以采集的地方呢。很多野地。野地里有很多地方可以采集萨玛。对，有类似这个意思哦。你看，我们如果照阿美族的语法来翻哦，就比较硬。你看哦。
采集山麻，在野地采集山麻的地方很多，这样，中文是这样翻，意思就是说有很多野地可以采集山麻，意思是这个意思。不是只有这块野地，东西南北的野地都可以。这样也是对啊。如果说野地有很多，有很多野地可以采集，对，有很多。如果你要说有很多野地可以采集山麻，这个就是中文的比较口语的翻法。野地不是只有有很多野地可以采集山莴苣。对啊。对哈。我的意思说，老师，你们这个句子阿美语的语感是可以接受吗？这一句？我是可以啊，你嗨也是很正确啊。如果口语化，就翻成中文点，我们不习惯。对啊，应该是没有问题啊。翻成国语比较不习惯。好硬。对，阿美语老师，你们语感都可以接受吗？可以。可以哈。母语是可以。可以哈。中文就要怎么翻？没关系啊，可以采集很多山麻。哦，在野地可以采集很多山麻。在野地里可以采集。好。在野地里可以采集很多山麻。我他妈都给他。大多都在中文就野地。很奇怪啊。采集山麻的地方大多都在野地。采集山麻的地方。我跟你们哦，你们知道这一句话哈，你们那样翻译会失真，因为这边的是那个所谓的处所焦点，它其实阿里亥一定要指地点才可以。哦，采集山麻的地方，就讲采集山麻的地方大多在野地里。类似这个意思。对，就是刚刚那个。好吧，再往前第一句。那你还是不要。伊巴拉巴拉安杜比拉登安杜萨玛。哦，我简单都要。伊巴拉巴拉安，原来是阿里亥太多，原来是不要阿里亥。老师，你们要怎么改？再一次。我也是没有问题，再一次吗？再一次。伊巴拉巴拉安杜比拉登安杜萨玛。哦，对嘛。阿里亥就不要了。如果中文就是没有办法翻译，就不对，都是很多人的货。这阿里亥了。不是那个阿里亥。我们讲的时候也是会有阿里亥，不是吗？我们他还想阿里亥对哦。可是翻成中文就好奇妙。讲族语就不会呢，为什么？我们常常讲阿里亥呀。那怎么说？伊巴拉巴拉岸，哎，刚刚上一句才没编，伊巴拉巴拉岸，好，每位老师，你再念一次阿美语跟中文，应该就没有问题，你再念看看。好，伊巴拉巴拉岸古比拉登岸杜萨玛。好了，中文呢？采集山麻的地方在巴拉巴拉岸，在野地里采集山莴苣的地方在野地里，这样就可以了嘛？可以了哦，好，很顺的。好，最后一句哈，刚好时间也差不多，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在我看一下。伊罗多罗多干古比卡登岸里那鲁杜马斯。哦，这个100%对，这是对啊。中文。妈妈采集恒星的地方在鲁杜鲁杜干山上鲁杜鲁杜干山上在深山里。好，其他组对这一句有没有什么疑问？
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哦，讲话哦。最后一句赵二，单。不要赢那嘛，赢那就总是有点危险。还是八，要搞八。对了，我们采同心的不是赢那呢。不要搞八，3个人嘴巴的动哎。那个八，那个八吗？那他说很多数的，那个八。那些年轻人，他说那些了，多数一点，因为去深山要多人，2个以上。对了，一定要3、4个人。那些青年3人以上新的老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对，拉不动。那个美惠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哦。我们一般用呢的时候，它的复数是那嘛，可是我们用呢的时候，它是专有名词哦，就是伊娜、妈妈那个。可是我们用嘎巴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努呢，努的复数。好，努嘎巴，都懂了。可以用努吗？我们刚刚努了呀。努嘎巴，都懂了。应该不能用阿美努嘎巴，采集腾讯那个那些年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哦，那个努嘎巴、努拉嘎巴、那个努里拉嘎巴，这3个有什么差别？不一样哦，那个青年，那个青年，那些青年，那些个青年。哎，对，吴老师，我问一下，那些青年要怎么讲？努拉是不是？努拉好像是一个，努里拉还是努拉？那个是努拉。青年。啊，那些呢？这个。对。努拉最后。嘎巴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是努鸦。嘎巴是我们看不到那些年轻人的。努鸦是看不到的。努鸦嘎巴也不在现场。对，看不到。那如果我们说那些有没有特别的讲法？那些青年有没有特别的讲法？努拉还是那年轻。努鸦是变成拉了。努鸦一个。努拉是很多。努拉好像只有单个一个。努鸦是一个人。努拉只有一个啊！你们的语感努拉只有一个。那些。那些你们会怎么讲？努拉，努里拉这样哦，我们说努拉呢。努拉，什么叫？里拉就是指定那个人啊，努拉就是指复是那些指定。啊？什么是能嘎巴？你用能拉也对啊。对啊，他们嘎巴，能拉是他们，努拉那些。所以，我们阿美族没有用那些的用法，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没有那些这个词汇。口语就是努嘎巴而已啊。就努就好了，是不是？对啊，努嘎巴。努嘎巴很少用努拉。OK。那如果是那些年采集的地方，这一群年轻所有年轻人就努嘎巴。努嘎巴就是一整群的。OK， 那这样就理解了嘛。我们如果努的话，也可以代表复数嘛，对不对？对。好，那个美惠老师，你再念一遍，然后再加中文，如果没有问题就 OK 了。I lutu kan ku bila dengan no kapah tu donget。青年采集那些青年采集腾讯的地方在鲁都干，在深山里。OK，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请那个吴老师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哈，就结束今天的讨论。好，吴老师请。吴老师，你的声音有打开吗？没有听到。
哎，苏贤，你们的声音没有出来哦。